Hello， 歡迎大家嚟收睇呢係德國聯賽精華。咁啊，揭幕戰呢就拜仁慕尼黑對住漢堡嘅賽事。咁啊，賽前呢喺安聯球場，哇，大家都好開心喎，因為呢有個係歡迎儀式呢，亦都有頒獎儀式喺度。咁所以大家於係好似參加嘉年華會咁啊，馮奇啊！冇錯啊！咁啊，賽前咧亦都有男高音演唱啦，咁啊亦都會奏起咗咧德國嘅國歌添啊！好啦，拜仁慕尼黑嘅教頭奇連士文啦，呢個少帥上場咧，當然希望呢一場波咧可以全取3分啦！見到咧穿起紅色球衣嘅咧就係主隊嘅拜仁慕尼黑啊！咁啊，漢堡嘅新教頭咧就係祖爾啦。咁啊，睇過英超球迷咧都應該熟悉佢噶啦，教過熱刺。咁啊，賽前咧已經頒咗獎啦，就頒咗去屆嘅最佳教練就希斯菲特同埋足球先生列貝利嘅。好啦，咁已經即刻開波噶咯喎！一開波已經睇住咧呢邊咧已經壓翻上嚟嚟攻，哇！咁快就起腳射噶啦！嚟住漢堡嘅攻勢啊！咁但呢個波咧一射嘅時候咧，睇住咧就係古里路咧撳埋咧太過正啦。可惜啦，無功而還。咁但係咧，藍衫作客嘅漢堡咧，依然都仲有攻勢啊！見到奧力挨住右手邊咧，傳個地波出去，向住杜查奧斯基攬翻上，用左嘅射，哎呀，撞住彈翻出嚟，又落翻奧力腳下，再散咧，散到拜仁慕尼黑守衞嘅身體，呢個波射得好刁鑽噃。係啊，杜查奧斯基嘅左腳真係好靚啊！雲星咧飛到盡都係摸唔到波皮啊，好可惜就中柱。咁實際上咧，今季咧就漢堡咧，似乎咧就有啲削弱咗啦。最主要係雲達華子咧已經係離開啊，咁所以咧就究竟對佢哋有幾大影響咧？哇！佢呢個波撳埋撳得咁靚啊，只有中間啦，小豬啊，嗰把只係12分鐘啫。小豬舒維恩斯力加喺右邊硬埋嚟，右腳一冚咗波搞掂，好簡單嘅攻勢啊！加個腳打入嚟。推順咗，斯洛拔圖將個波咧叫埋中間一彈，俾人解圍送出嚟，哇！發彈啦！個波俾人解圍之後咧係慢慢碌埋嚟喎，好好射紅嘅啊！呢球波咧亦都見到啦，舒維恩斯力加嗱啱啱好咧就膝頭哥附近啦，咁一揞咧將個波咧揞翻過嚟咧近處嘅位置，將漢堡咧守門員老師啊收死啊！佢都投晒降㗎啦，佢原先咧諗住咧就風頭柱位。嗱冇辦法啦！依家見到咧拜仁慕尼黑嘅教頭奇連士文，梗係開心啦！開波只係用咗12分鐘，咁首先啦就打破僵局啦噃。喺主場球迷咧咁熾熱嘅氣氛底下咧，當然咧入咗波之後咧更加興奮啦！哇，整多球添啊！哇，究竟只有12碼啦，攬人話埋俾你聽冇得傾啊！睇下點攬法嗱，呢個波哇真係又攬得幾緊要嘅喎！呢個咧馬菲遜真係唔放手嘅，一路係咁攬到跌為止。阿小豬話都咁大隻嘅啦，已經都俾你攬掂，我想唔知你幾用力咧。好啊，呢邊咧又派咗普杜斯基咧操刀。當時啦，漢堡嘅門將路斯咧完全捉錯咗路啊！咁啊，憑住咧呢個12碼，拜仁慕尼黑咧領先到2-0，高路斯咧即刻上前擁抱啊！就睇睇啦，射得咧都好靚啦，12碼。16分鐘嘅紅旗已經係領先2-0啦，拜仁啊！咁所以大家本嚟都諗住應該好好踢嘅呢場波，咁早拋離。仲以為啊拜仁又會大掃對方，但係有陣時拜仁咧領先咧就未必係好事嚟嘅，反嚟咧刺激呢邊漢堡嘅鬥志。好啦，睇呢個波一路推埋去查魯林，漢堡嘅新隊長回翻個波喺後邊，再跟住呢個波咧杜查奧斯基斬埋，哎呀真係搞掂！古里路嘅門前接應，頭槌一作，咁啊早以為都冇咁驚，啊奇連士文係嘛？大家定啲啊，仲有一球在手，唔使驚住。呢個波咧送埋嚟中間，咁樣走漏古里路喺個近處嗰度係冇人 mark 佢嘅。杜查奧斯基睇到通透透先係斬出嚟，咁睇嚟拜仁個防守咧都幾大漏洞嗰個嘅。係啊，啱啱呢個波咧又聚咗喺雲堡尾啦，同埋咧雲堡停中間路啊，冇計啦。但係咧拜仁呢次攻勢點樣咧？高路斯想話拐過對方龍門啊，但係似乎係慢咗半步啦，俾出迎嘅門將阿路斯。一瞓咧，瞓咗個波咧出去還邊嗱，再睇睇啦，俾上嚟咧冇越位，高路斯可以射呢下，但係佢就選擇再推係再窄啲啦個角度，咁啊守門員路斯啊呢下亦都抵讚嘅。列貝利咧雖然喺今場咧就到場去領獎咗上屆嘅足球先生獎，可惜咧因為有傷咧仲未能夠上陣，咁所以咧季初咧拜仁都幾大影響㗎。好啦，睇呢個波，哇仲上嚟啊！飆上去起腳射啊，佢射得快㗎啦，可惜呢個波咧就係一炒，普魯斯基炒高咗。呢個波高路斯得住個位，轉身咧困橫咗個波，跟住飆翻上去咧係普魯斯基射唔中。哇！另外一次中柱啊，嘭一聲啊！
呢個波夠晒行啦，共技係。冇錯啊！呢下咧就奧力嘅近門先射。嗱，再睇啦，從高幕落去嗱，第一時間左腳內檔散開頭柱啊！咁當時咧頭柱維爾斯羅伯圖啊，喐都唔夠膽喐啊！咁啊，似乎又埋下咗伏線啦喎。另一次開波攻勢，第一下假嘅，但出唔到先，出翻去遠處嘅位置。哎呀，呢邊有少少扯人噃，弊啦！球證直指12碼點啊！奧力好開心喎。球證就視埋意，又係話你掹人㗎啦，冇得傾啦。睇下呢個波啦，右手邊咧係俾到拍，左腳斬出嚟。哎呀，尼爾呢個波又係真係面對一個咁矮細嘅球員，其實你都唔需要咁樣㗎，攬一攬掹一掹，成個攬跌。12碼，哇！窒窒過一射搞掂，杜查斯基追成2-2平手啦，一人一個12碼都公平啊！冇錯啊！嗱，呢一12碼咧，亦都係守門員咧，同一時間都係捉錯咗路。咁杜查奧斯基啦，亦都好冷靜啦。守門員雲星啦，一飛去右手邊，咁啊執翻雙反方向啦。好啊，另外一次咧，拜仁嘅罰球攻勢啊，遠處位置，頂到啊！3號嘅勞斯奧，可惜咧將個波啊作高咗噃。結果咧雙方咧就係呢個紀錄2-2打成平手。騎連士文咧就同阿祖爾握下手。